100多万汉族间谍入驻维吾尔家庭。据称，中国政府派遣了100多万汉族人入驻维吾尔人的家中收集情报。据最新消息，自称维吾尔人亲戚的这些汉族间谍入驻维吾尔家庭，监督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状况，拒绝吸烟喝酒，不接受与异性人握手等行为都极为不正常。研究表明，2014年有20万，2016年有11万，2017年则有超过100万的汉族人被送往维吾尔农村。维吾尔孩子成为孤儿。在东突厥斯坦，父母被关押在集中营或被监禁的孩子成为孤儿，孤儿儿童的处境让人心烦意乱。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最新图片显示，在东突厥斯坦寒冷的天气下，穿着旧衣服、没有鞋子的维吾尔儿童在沥青路面上行走，这些孩子大的7岁，小的只有3岁。沙特阿拉伯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供应国。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与中国的5家公司签订原油供应协议，将于201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出口国。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宣布，在上海第1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，已与5家中国公司签署了石油供应协议。欧盟作出强烈反应，欧洲联盟就以色列最高法院对希尔万区700名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的决定发表了声明。声明说，欧盟强烈反对以色列定居点政策，这违反了国际法。意大利的非正常移民指控。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马泰奥·萨尔维尼指责马耳他允许非正规移民通过，同时批评欧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萨尔维尼在意大利告诉记者，马耳他允许一艘载有约200名非正规移民的船只通过其领海。